王树宽校长太上国，有法太家好。观众朋友，大家好，我是图书中中古乡校的老校长人大最顾了。今日我老大家乡校的分享的主题是交通，很多生活方为老木卡人、老朋友来交通，都职场方、老上司、老同事、老下属来交通。如果讲起来当简单，做出来是困难。今日有这样的3校长人老大家乡校来分享交通的技巧，众上欢迎。主持人欢迎是阿志怡诶。大家好，我是青草堂大家欣赏的子怡。青草堂大家欣赏，自家的欣赏都唔老太家讲。我有讲。天嘅老太家小嘅在你家。大家好，我是看起来当好交通，唔过唱看起来听听咯。你家家你家。古早叫亲难交通啦。冇啦，有常係當好交通用。有人講我要講。好，第三站到台這個時候嘅就係白強。大家好，我係莊白強 ，I am the king of the world。I am the king of communication 。他其實想做世界之王。好，第四站到台這個時候嘅係肥 King 呢。大家好，我係肥 King 呢，我哋下喊動到家學習交通。交通係大生人呢一直都要學習嘅地方哈。最尾老台這個時候嘅係小福。大家好，冇講嘢就唔掂，我係最好講法、最好參詳、乜最好交通嘅小福。就彈出來就會罷了。有做法。唔想象啊！大家硬要講到嘛，成發行為老屋家人、老朋友嘅交通，都係職場上老主管啊、老同事啊、老下屬嚟交通，都係嚟交通，用辦來交，用辦來通咧。先問下黃少峰好咧。哦，也講到交通咪嗬，你前輩，嘅當然，也就係20條線交，按部也將來慢慢嚟通。那談呢個唔係普遍級嘅節目嘅。跟你上差上遠嘅，冇上擺題，因為交通係有分順序嘅，要有階段性。從我就知道講，一開始做得先看偏應用版做，那有需要我將講出我嘅想法，係冇？啊有必要嘅時間，我將來攞去討論愛改變嘅方式，安尼就會最好嘅交通簡單。你冇幾句話就講，掌聲鼓勵一下吧。不要鼓勵，哇！你談完要講啦，冇講會強弱咩？有乜冇啦？有啊，也最主要係乜嘅地方？家講嘅。先看對方用嚟做，最主要就係想講，我站在對方嘅立場，站在對方的鞋子裡，乜嘅鞋子？英文的片語啊 ，stand in other shoes。好，謝謝我們的國天英文教室。就係先睇對方去設想，有分兩種，一種係咩嗬？先看一件事情，對方運用嚟做，運用嚟想。係冇，然後下一另外一種就講，我哪一發講出去，對方運用嚟做，運用嚟想，係嘛？就站在對方的立場嘛，安尼就縱橫沙場，無往不利。談嚟嘅咩以後啦，就企到對方嘅立場去為其設想，不過佢為其設想，慢也就係另外一個問題了，至於。其實我老小朋友想法同像，我剛剛我先贊同。我剛剛我先變化自己嘅想法，還有成見，去談談對方嘅想法，還有成見，去想看下2-3人嘅想法係咪衝突嘅？那你2-3人想法係衝突嘅話，我從2-3嘅想法當中，取得一個平衡，你就會溝通。冇想到老小鳳強讓呢？有嘅嘛？咩渠道？有咩渠道？跟住將來談嘅結局好人3姊妹之間嘅細阿妹，你想法老太家強其實老友差唔多，因為 enjoy 戲曲幫嘛，冇啦。其實嚟做交通後就係用最好嘅方式，乜嘢按到最好嘅方式呢？就係唔好帶任何嘅情緒，好好嚟講法。如果交通嘅時節，聽錯要尊重對方，唔好做任何嘅事情，要尊重對方，按用講法，真係按到好好嘅交通。所以心情下平和。冇唔錯，如果都係物嘅係友好，按照平靜嘅溝通都係物嘅咯。可能嗌老自己交通嗌位，你嗌你從來去想，能夠帶自己嘅情緒，所以交通就係表下自己嘅身段，按用去交通，真係友好啦。係，真係舒服、爽快，本人知道唔會有壓力嘅交通。嘅父親知道係乜係交通？吸取家長代表。我知道其實交通係老大家差唔多，係人老人之間想法嘅交換。談佢講啊，和談愛講，和到了當案是取得平衡嘛，同埋好頭先子瑜講嘅，和愛知道其實為需要溝通，基本上都係希望就係
对方接受我的意见，所以我想尽办法去说服佩莎用面。有种知道咧，就係想法嘅一個偏向嘅，就愛講到你會談，你講嘅愛咪會談。唐嫣很像業務哦，咩懂成？誒業務其實當然都係溝通啊，唔可以說服客希戶。望係共同而愛案嘅。嘿，沒有業務做太多了。哎呦，你業務婆，夢想講婆。咁我白劇唔知道乜嘅係溝通咧。戲曲幫的邊緣人，好，來講一下。戲曲幫的好朋友。謝謝。嘅講。眼影杯吼，溝通是到相同強弱嘅頻率地圖吼，佢就講老英雄嘅表達嘅訊息吼，講用冇唔錯嘅方式完整表達，就係成功嘅溝通。像係偶像劇地圖啊，男女主角時常吼認為唔錯嘅方式來溝通，所以有梁山英之聽過日山英離開嘅橋段，我又好難過，所以成功嘅溝通動重勞。像係最經典嘅例子是係山菜跟道明寺。我想誒呢個觀眾朋友唔知乜嘅係山菜，然後道明寺。然後也是他唔怕，因為看我都有節目嘅音樂全係老人家。等一下，佢冇講係老人家，我要看咧。咩，因為我最近哦剛好啦，都好就看流星花園啦，這樣看一遍啦，所以想到嘅例子是男女主角是山菜跟道明寺啊。不過對我來講吼，我感覺因為我做主持嘛，我做線上啊，所以我時常會面對住太對應啊，所以溝通對我來講咪係動重要嘅課題。那真件對 any 大商人來講，都係動重要嘅話題，因為你出世當你希望啦中間，你一天當日都係老人來溝通，老人來講法，那講法嘅技巧就係溝通嘅技巧嘛。故作你下問題是㗎，你知道 any 猜場嘅大商人，哪商人最好溝通，哪商人最難溝通，請大家試一下好冇？觀眾朋友咪想下，自家順康、自家順條嘅朋友，有哪種人係最好溝通嘅朋友嘛？有哪種人係最唔好溝通嘅朋友？我看人咩做的，下後你就攞嘅牌變轉來了，先看一下，先嚟看一下你家好咧，你知道看成嘅花圖也係。呀，就係最好溝通就係圈圈嘛吼，溝通就係一隻5買馬山嘅就係鄭志怡，冇唔錯嘅，所以最好溝通就係佢啊。早上，不過咧最重要係佢係愛好字啊，唔敢名字啦吼。原來係安尼啊？係啦，冇啦，其實愛做佢係對人嚟講係當好溝通嘅嘢，係因為佢係愛好字嘛。啲學教嘅時節就講愛動到嘅事情，韓國都會用正面嘅態度嚟教愛。故所愛知道佢應該算係當好溝通嘅人啊。唔過較唔好溝通嘅地點吼，叉就係造，這個是風啦吼，造風。好自然嘅嘢，好壯啊！你有照顧佢冇啊？你諗就講哦，一學種吼係條擺喺傳說當中非常典型嘅學種。故所你睇到一小鳳，係睇到一小鳳一上面吼就會夾夾去照咧。太強啦！係啦，空氣來。係冇唔錯，最重要嘅呢，我知道小鳳學種吼，其他啲小湯圓啊、西班牙吼，即係房都講太好當做你交男朋友啊。東南溝通嘅一隻爸爸，我睇唔睇嘅？一年衰問題啦，嗰時候係做東南溝通啦。而方是眼尾關於。眼尾唔想做眼尾，眼尾唔做而做眼尾。眼尾唔想我。我常冇找什麼，給本人講到吃到中路誒。小鳳哥，你知道你猜從最好溝通嘅人係咩？係小鳳哥，我做最好溝通嘅就係飛禽子，正經。飛禽子最好溝通嘅。用版講啦，因為有一擺咪吼，你講嘅美食，有啲講咪吼，飛禽子最好嘅碗嘅醬啊，那就我攞講，哦，廿一結醬一定當好食咯。結果咪吼，我就搭件買落以後咧又冇數錢，你看一件按好講法，按好溝通啊。我有起來生利息誒。咩？你係好溝通嘅例子係冇？哎呀，要求就必然啊，安尼你係唔好溝通嘅。咩就有貴嘅？係我講，一有陣時咪吼。一人好就會留佢懊惱，安尼人爽咪後佢就聽，搞不好等下又拿個一罐半嗌。心機鬼，咩心機鬼？真係心機鬼！你知道你彩妝最唔好溝通，你看寫8000係嘛啥？白劇嘛，做乜嘅興啊？白劇嘛係最好溝通嘅。有件事佢唔掂係，
为嘛解？来，今日让你加钱，你加8000本来好诶。为嘛解？你看，啊，好笑，啊，你就千难沟通的人呐，你看。我係唔知你為嘛解？你在要求別人，一陣咩好要求咩好，一天無煙咧。尊稱欺負的你白強咩？啊，你應該欺負誒。係啊，真嘅。但係安尼見莫講，你就唔好溝通，你就唔好溝通誒。跟住來問下白強，唔知道愛菜倉搭哪三間最好溝通？哦，哪三間最好溝通哦？你看我個牌哦。哦，最好溝通係白強，哦，最好溝通還係白強，哦。好，謝謝博姐。OK，假使吼日天外先吼，除了我之外，最好溝通嘅日天係惠清節。用辦講。因為你看吼，記到雙寶，記個雙寶，牽走在平起平坐，然後朋友共同相處嘅奉獻，還有吼，你看佢，按住，你看，我合佢卻唔會啱呢，佢話啊，唔會啱呢，係咩東河溝通？你都對人鬧呢，係黑嘢。冇啱係嗎？哦，脾氣真好。我要嚇到。嚇到婷。你睇人家本嚇到叫嘅用個啥？真嘅，佢哋係真嘅動錢嘅嗬，真嘅高談錢。跟住知道嘅最難溝通嘅嘢係嘛？哦，最難溝通，假使日天會得罪一個人哦，因為啊記得係我同生共死嘅好朋友啊。共發唔過六姐三音哦，同事沒有共識。六姐三音哦，永遠只站在那邊，冇讓我對強下。該是係主持人，做乜係嗌哦？有禮拜哦，我對後上台上講嘅群主地圖發這個主持嘅套路，我想講係突然嘅路跑發通哦，該李家然後主持人全帶突然哦，我想講哦，記得就記會啦，結果呢李家躍躍欲試哦，馬上哦發資料本來哦，結果呢皮沙講哦，主持人係帶突然嗎？結果咧，主持人完全唔講話，世忠哥完全不講話，都奇怪呢。我給前餐跳動嘅啦，根本就唔聽話。正經啦，係真係啲嘅發通哦，早晨跳7點就係到，估咗啱6點放走。也冇開始。都正常啦，傳車啦，是觀眾嘅。可能係最難溝通。應該。咩嗌對我來講嘅那個最大的難關就是要早起。真嘅冇法度6點以前會放走。難溝通。好難溝通哦。觀眾朋友們想下這個情況，哪一種人最唔好溝通？等下再來繼續來講，韓國假使有老朋友到前方方有意見冇相同嘅時候，用解散哦。等下再來講了。成日搬去湯啊，佢就話啊好開心哦，然後佢講話動樂線嘅種時間，還好好講，一直起到佢做在接受，還看到佢家直接佢犧牲到腳丫丫呀，所以我知道佢當好溝通。講好聽一點是好溝通，講難聽一點就是沒主見。來摸下屬，好彩，摸下屬，假使我係你嘅下屬，我會杜唔掉係冇？應該冇有感覺，我硬唔朋友就應該嘅下屬。歡迎大家都再嚟後生台上講嘅節目現場嚇，咁問大家唔知道咧後生人當中，哪一生人最好溝通，哪一生人最難溝通？呢下先問慧卿，你知道按菜倉哪一生人最好溝通咧？笑面該是係李家，咩係白嘅？咩李家，完全都係冇溝用啦。咁啊係李家呢？其實佢本來嘅性格啊，我知道東從雙小寶啊。成日搬去湯啊，佢就話啊好開心哦，然後佢講話動樂線嘅種時間，佢好好講，一直知道佢做在接受，佢看到佢家直接佢犧牲到腳丫丫呀，所以我知道佢當好溝通。正經啊，我咩知道佢當好溝通嘅人。按字誰聽秒就會嗌，按字誰沒有，什麼講講好聽一點就是好溝通，講難聽一點就是沒主見。哎呦啦，不難聽就會隨便。跟你知道最難溝通，最難溝通的就是今天誰沒來，誰就難溝通。林冠群就是你，林冠群。巴士係北京，假使慧卿冇來，哦，梗是行啊。哦，所以古早嘅冠群哦，唔是叫啦，因為拄好人根本冇來，古早你充單哦就本唔開哈。係啊。那給阿志怡呢，你知道菜倉哪一種人最好溝通？最好溝通嘅就會先李嘎嘎，按字誰聽秒就會嗌。其實
其实因为我老弟家饮食清久咧，不过因为利用3年真经无严格过，还有其大摆酒本人请落先嘅感觉，嘿，嘛解事情我都会老记讲，伊都会接受要本来请到嘅意见，古上你就会好姊妹，古上要请好沟通，嘿，嘅最唔好沟通，我冒昧讲一下，即係你嘅白徛們，农准呢，很准哦。你想错，等一下，很准哦。擦掉。我以前讲白徛做嘅条路啊，还有做这样一天非常好沟通哎，嘅。真紧，非常的敬业，因为佢係我嘅師傅，我嘅前皮哈。冇啦。係，唔過呢，因為透過金錢嚟討論嘅主題，還有你平常時打追顧嘅時候，發現到白徛對佢嘅朋友啊，有非常多嘅要求，我都清講嗬，故所呢。標準都兩片啦，level 都兩片，態度。幾乎唔係那個唔偏你講。點點，好，規則兩條嗬，故所我可能白徛出嘅成法，但係那係未來嘅伴娘啊，還係伴侶啊，就是生意嘅係唔好嘅。較才過。冇啦，正經係最好溝通嘅，現場正經哦，正經。哦好。好，謝謝。哇，剛剛一連號嘅人嘅問題知道哦，天字名最好溝通，應該就係你嘅飛機韓國離家分別得到兩票，最難溝通就係啊，我唔可以講嘅，就係主持人攞冠軍啦。你這樣子票點點，給兩票就係總辦減了，轉去好好檢討一下哈。好啦好啦好啦。跟你下再問題就係，你都成發行啊，駕駛督導嘅屋企人，韓國老還有朋友，老人嘅日嘅無相同嘅事，用班人老用乜嘅方式，老去溝通，老去講到去做得，去做得，因為會傾先來講好冇？媽媽為咗小朋友在稀鬆溝通，和從下游都有嘅情況是，係媽媽指導好，正因呢指導唔好，所以應該會用2種方式。第一種方式是係實物證明法，比如講，食物不是吃的食物，食物就是食物，是東西，對啦，是東西一樣，就是食物實際的東西，沒係實嘅東西。比如講，我會指導吃糙米飯好好，和記得是指導吃白米飯好好，所以應該是會切加到糙米飯，糙米是麥轉來，還是煮，係參強下，開始煮是一滴一滴一點一點一點加，和等到佢習慣咧。他其實就接受了，就是食物證明法，其實冇辦法的啦。係啦，其實冇辦法啦。你要去記住啦，要記住啦。唔係，因為我知道該好好啊，所以溝通啊，我是切接走嘛。和聽一種是係少數服從多數。少數服從多數。係，因為媽媽加雙寶是3音，通常我就會先說服其中一3。你會媽媽真係叫你先嚟衝買票用嘅。唔係買票，我是說服，我們也是溝通，安因為係一種方法。先說服一個，讓另外一個去說服第2個。你看你一直變成2沙啊，是走在窮下。對。係。3沙，跟難怪一沙動採購呢。唔係啊，下一次就會輪到他。哦，好像也是哈。係啊。你下問一下最難溝通嘅。最好溝通嘅白徛我要嚟講開咯。那我講應用班嚟溝通咯。因為我唔偏於嗬東難溝通啦，我東好溝通啦。唔好溝通，都係夾順風嘅人。冇，所以我時常愛老記了解嘅方式係本機自家直接來做看看。像係對發票嘅事情，我係當好自家對發票嘅人，佢唔係當好對發票嘅人，所以就是譬如我喊佢對啊，佢講冇可能啦，我這天唔會中獎啦。結果呢，就是譬如我喊佢，你去對，你自家去對，結果呢，佢中200塊誒，錯了200塊。嘿，結果呢，以後每次都是佢搶着去對。你看，所以試試看，本地自家去做，因為切對魚肉。你這還好一點，人家係很記起，吼，佢抽獎以後佢大概就會想，那不用是抽獎嘅發票咩？吼，新5種啊，你要變到高氣啦，我就變到5件貼啦。係呢，我有一個方法，你下好嘅財政部來推行嘅手機載具和電子發票，大家就走得用那個電子發票，我因為這個中了400塊。哇！然後以後咩寫到誒，就一定要用電子發票。我感覺傳統嘅發票很好啦。我
不是说你他没有，他就是只是想要享受这种感中奖的觉。感觉啊，对中了，五十钱咧嘅彩券啊， 50錢嘅彩券，彩券啊。然後每下阿志嘅，你老婆看應用版嚟溝通咧。其實我老不看年輕時候有意見唔強嘅事情，因為我感覺不看年他們都本來清太空間，將我自己嘅安排，佢哋咩唔會去講，我做乜嘅安排，因為佢哋都清相信講我做嘅安排係我對我自己最好嘅。不過我感覺唔強嘅不看年會有唔強嘅溝通嘅方式，像我嘅媽媽先嘅咗強硬嘅人，但係講下嚴重嘅、較重要嘅事情嘅時，做溝通嘅時，我就會用來過去，來過來去，一樣嘅方式可能我會寫文章啊，用唔同嘅角度來老佢講法。我想法下細嘅事情，我就會直接老佢講，你話我感覺做唔得按樣先就直接講。像我嘅爸爸嘅話，因為我嘅爸爸就係排泄直接老我講，就會老我姐姐講，姐姐你喺老妹妹講，我感覺佢按樣哦，做唔得，啊姐姐就會老我講，老我就講，基本嘛咁直接老我講，我就會直接老爸爸講。我感覺用版型，因為我感覺我爸爸唔好溝通，因為佢下排泄，因為細奶人嘛。跟我嘅姐姐話，我其實我老爹嘅姐姐感情真好。不過你有啲事情，會遇到細嘅事情就會嚴格，就會感覺一定上你都會講嘅。不過你咩唔會直接講哦排泄係用版，你會用行通嘅方式，可能做到下答應嘅事情啊。我就講原來你已經好啦，就會講輕鬆人就做得咧。因為質疑老婆看嘅相處嘅模式，咩親好嘅吼，係會唔會嚴格冇？其實老不看一定會嚴格，因為唔係嚴格就唔會不看人嘅呀。係嘛？希望啊，觀眾朋友假使老婆看有溝通上嘅問題，做啲問搶答天發曾志怡專線，不要人哋溝通專家曾志怡。人家最重要就係互相嘅關心啦，關心係最好嘅方式。再問一下嘅王小鳳啊，然後伴侶啊，然後好朋友啊，自然用辦嚟溝通咧。你又要分，我看對方有主見冇，見他冇主見，佢就先聽看人哋嘅意見；見他係當有主見，佢就先讓佢去做。係，反正那個團體社會哈，冇講乜啥意見一定係最好嘅，咩冇講乜啥就一定唔好。係見他當有主見，先讓佢去吃。係嘛？係成功嘅就成功嘅啊，係咪？啱咩動批下，係失敗嘅就談可能人嘅意見，啊，你大家就連定來，係嘛？團體社會。正經故事就係假使好，你愛係繼續談唔嘅；假使做得唔好，給你自己嘅膽輸讓啊，嘅結果係自己嘅承擔。假使嘅聽我的嘛，如果我做得對。那就證明啊，我講嘅方法咩唔錯，呢種方法咩清好，幾理解咯。我知道我哋人生當中啊，當然都係好溝通。像我哋老我朋友啊，因為有無相嘅朋友嘛，我就有無相嘅溝通嘅方式。就有一班我老我嘅朋友嗬，因為愛有嘅做戲嘛，應該安排角色，就老佢嘅想法較無相用。唔過我自家知道我老朋友啊，我就像我老幾十朋友嗬，因就會先拗在，跟拗嘅時間，因就講好，冷靜下來，冷靜差唔多3年以後，然之後好好嚟溝通講，廿嘅事情都答應用嘅來做。3年。係啊，冇啦，看幾多年啦，看咩打上嘢冇有咁個性啦。不過睇下講到按到嘅溝通嘅技巧，其實溝通嘅技巧真係空悄千度。家講到係生活當中老婆看人老朋友嘅溝通嘅方式，唔過喺職場上，韓國可唔可以老主管啊、同事啊、下屬呢3種人來溝通？呢3種人知道哪3人最難溝通咧？白劍。我感覺吼，我最溝通最好嘅對象哦，係我嘅頭家啦，我嘅主管啦，因為我係完全哦嗰種為五斗米折腰嘅人，係因為吼大擺我嘅頭家啊，罵我嘅時節從我教口嘅提風啊，叫我你為嘛嘅，你做乜嘅？哎呦，我講什麼節目講啲咁樣啦，什麼節，你對我真好哦，你很關心我，好愛你哦，哎呀，其實我罵不下去了。假使哦，你一切做吼受害者形象，其實你是欠罵啊，係嗎？其實我罵得越來越起勁啊，所以我感覺吼，我係做受害者啦。咁個我做嘅最唔好嘅係對我嘅下屬啦，因為吼我冇下屬。你知道好在
好彩，你冇下属，假使我係你嘅下屬，我會拄唔掉係冇？應該咩有感覺？如果硬朋友就會硬嘅下屬，啱咪一起到，有人嘅藝熱聽無，就自家嘅下屬啊，假使大家攞去做藝嘅下屬，熱聽大家向下成長，向下前進。好啊，愛做，前進哦，冇錢哦，有 case 啊，哦，有 case，還係會做得啦。係，假使本來以前吧，我想考慮會做白強嘅下屬嘛，可能難溝通。好啦，之前知道嘅喪事啊，同事下下屬咧3種哪一種最好溝通，哪一種最唔好溝通？我感覺我從我對主管嘅話，我感覺我對主管最非常嘅尊敬。故上嘅我咩非常願意對我嘅主管賣命嘅人啊。不過因為我真係從家下白強講嘅去拍馬屁，係硬佢嘅太腳邊，我係真係冇辦法嘅人。係，不過從我對我嘅下屬啊，因為我會顧定我嘅下屬嘅權益。像有陣時可能主管對我嘅下屬有我感覺唔合理嘅要求，唔合理嘅事，我會動我嘅下屬去留主管講法，係，故所我講限做得啦。不過呢，有啲位下屬可能年紀下太翻，我就講有啲位唔啲按用家啥，因為可能讀到年紀下太下屬，佢就有一種心態，就我是你長輩，按用型。真嘅，係黑絲太人呢，準聰哦。係，我就有啲唔啲講用辦下好做，不過像我對我同事，我感覺我對同事真係非常有同事愛。係，故所我對我同事就千好溝通。不過呢，但係我嘅同事愛將我當作便利貼女孩，就冇辦法，因為呢，我絕對唔會做便利貼女孩，我就會非常婉轉嘅老佢講，我冇辦法用比較循序漸進嘅方式去老佢 say no。佢哋就咪感覺我非常講嘅係非常牛嘅，故所我感覺我老同事係最好嘅。其實唔單止喺成班上，都職場上用品嚟溝通，你嘅技巧，大家都係學會嚟，都係對職場上行咩讀到哪種嘅溝通嘅時節咧，你聊下先聊下，等下再嚟繼續嚟講了。佢唔單止講嘅係錯嘅，佢吩咐結束了後，我係會像太監咁樣嘅，安尼推安尼，你看從小朋友就會最標準嘅男人家嘅太腳邊，心機鬼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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唐來寵哦。我愛我老婆，我老婆愛我。哦，兩下哦，我唔會半機床，我會自家床哦。趕快來看我，讓我親一個。歡迎大家都進嚟《上太上嗰陣節目現場嗬。假如講到你到職場上面會讀到千難溝通嘅人，你下問下小鳳，唔知道嘅主管、同事還個下屬，呢3種人之間最知道哪一種人最好溝通咧？我知道我溝通做來最好嘅，就係我對我嘅頭家。用班講啦，因為我頭家佢只愛負責講，佢嘅要求，佢負責教，我就要想辦法攞佢通，係嘛？當初啲馬桶共用嘅，咩啊？講嘅嗬，我對頭家嘅咩溝通嘅嗬，就只有佢講嘅，我唔會講 no，我就會話 yes yes。佢講嘅就錯㗎，係佢講嘅全部係錯嘅，佢唔單止講嘅係錯嘅，佢吩咐結束了後，我係會像太監咁樣嘅，安尼。推安尼，推點。你看從小朋友就會最標準嘅男人家嘅太腳邊，心機鬼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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屬親，有人都曉做人對吧？曉得做人，係啊。不過我咩要，我脾氣啊，我咩要先見對嘛。從辦公室底度最強嘅係乜嘢對嘛？最強嘅就係有人咪後會太上來搶高人事情。用班講嘅，有嘛？因為像大擺像辦公室走成條街下，大家事情係當無限。唔係個你家唔等下人嚟處理物件吼，你就好啦，先不用等，因為佢行到無限。然後個你家唔做人嚟處理物件嘛？你後擺當到主管呀，就全部都喺看定。然後是你家就一聽講，好，佢就會驚嘅，佢就要驚心機鬼，心機鬼，啊，你要心機鬼，心機鬼嚇。古所啲鋪書唔係講清好啦，係啊，唔過係用關關嘅，唔係用關關，不過唔正經嗬，對大家當然正經當心機，大家看清楚啲3年嘅做事。反而嘅推表啦，家講到喺職場嗬，你都嗰個感情嗬，假使然後另外一班有上拗嘅情形，有人家情形發生嘅時候，用解釋會見呢？從我唔會要求對方愛嚴師做得冷靜啊，因為讓我人家嘅人可能
越來越火添，火嚟見來見錯，係火見來見錯。從幼兒班開始到雙寶爸爸時候，超到好嚴重，因為成因呢從細到大都係愛賭愛搞嘛，和雙寶子差不多到小5嘅時節吧，是開始好叛逆，老佢講嘛解，佢是愛意嘛解，和幼兒園愛情是動壓。和爸爸都順頭，雙小寶是愛，我是動愛，我是講小孩是我一個人的嘛，我是咁樣講啦，結果佢可能動愛講兩句吧，其實啱時哦，雙小寶就被他呼巴掌，係啊，雙小寶就眼鏡飛走呢，我是很好啊啦，因為我希望佢係佢做得挺少，我老成日的溝通，可是佢用愛應該放心，我是知道。即唔係啱嘢來上嘅，唔係啱嘢單上嘅，所以我唔會要求佢啱是冷情啦。喺解擺以後，我是冷處理、冷戰。你知道咧，冷戰係咩？係一種溝通嘅方法麼？我知道其實冷戰算係溝通嘅一種方法。冷戰算係掌握大局。係心情平靜啊。係啊，其實冷戰嘅呢件事都唔講話嘛，很可能過幾年的啊，嘅想法是一文冇孔有。無聲勝有聲。因為王小鳳先有境講，先有兩種心情嘛，因為他常常被王太太被冷戰，被冷戰的對大家做媽媽就曉得了撲書啦。係啊，因為都會希望做得挺少啊，係啊。最近啊，那讀到安也時天起的吼，我就是要你幫忙，結果你還把場面用得更咩咩吵吵啊，就是做乜雞呢？係唔係？佢呢個唔會鬧男朋友冷戰麼？會啊，像我鬧我男朋友，我就係講法開太上嘅，喺講啊難溝通嘅時間，我就會講 ，Oh my god！我哋之前團體咯，冷清，結果哋完全唔講法，我就會按樣嘅溝通啦，因為我接受啊，喺講讀到做唔到溝通嘅人啊，就會講我哋之前團體本來冷清一下，比方講有一擺啊，就係我男朋友嘅屋企人來台灣釣嘛，唔過我冇留家屋企人看過，冇見面過，我所以喺身體拜見面就當從事，係我就見滿我嘅男朋友講，佢愛食乜嘅東西啊，佢就講，哎呀唔使咁麻煩啊，青菜色啊，乜嘢都做得啊，我就講，佢都好食乜嘅啊，一年我行業應該最了解啊，佢就講啊唔是啊，滷肉飯沒做得啊，我就知道，你要生意冇人嚟共想法，就當難溝通嘅地方，我就講，我哋之前嘅團體本來冷清下，即係過後要去想辦法去安慰你。有啦，我嗰時都當見啊，佢就來老外講，哦，好啦，唔好講見你啦，我2分鐘打俾你哦，好啦，加油哦，然後就行到一加油，我就火啊，較唔會較少起來啲嘛，我就講好啦，哎呀，算你啦，你知道安尼咩當定一下？係啦，當定一下。這種方法咩唔會參過，不過講談過兩朋友之間當會吵事嘅原因，係因為你做頭路嘅關係，做頭路嘅時節，讓朋友當交起戰架。其實啊，唔但強勢就做頭路嘅事情啦，我本人唔偏就動到地方吼做得撈機鴨啦，所以有機性情啊機還係機鴨呢啊？遷就的，所以我都有時常讓架嘛，不過我看到機性情唔好嘅時節哦，我就一個當好嘅方法，我讓觀眾朋友來分享一下，係唱歌。為乜嘅唱歌當好呢？同我唱哦。我愛我老婆，我老婆愛我。哦，兩下哦，我唔會半機唱，我會自家唱哦。趕快來看我，讓我親一個。哦，其實會哦，會心一笑安喲。我覺得很好笑。假使夢容，hắn就一招，咿呀恰恰，哇啦噠，咿呀恰恰，好嘿。其實會在和平之中休息 ，rest in peace。係說人朋友真係懂才歌，係見到都懂事啊！呢間又應該係課經啊少嗬。邊個見咗？誒，本身可能冇按鍵，躺到嚟唱歌，喊啊鍵都這個周星馳有一個天樣，誒，周星馳買個天樣。有個天樣咩就特別老家不用演家家，佢就對家不用講麥芽糖。你糖到麥芽糖，家不用就講哦，你幫我老公。我食麥芽糖。係講嘅咩要食麥芽糖？你講嘅話係認真嘅，鼓手愛糖，人家就好像有個 keyword，來唱歌就會給你台階下哦，我給佢錢。我唱歌有個電影下啦。鼓手唔老人家不用會用啲
麦芽糖，我们该好用，因为叫是看下天养的那种啥影响下看呢，就比讲爱讲麦芽糖加下面吼，就讲后来呀事情就要先停下来。因为严格来比讲麦芽糖啊，同样人家吃，一下把个时间那个麦芽糖，冇真劲啊，佢谈较补充是吧？真嘅啦，啊講到就係人嘅交通嘅時候，上次唔係搭擺交通就會有效果。駕駛然後交通嘅時候，呢啲冇相同嘅時間，用嘅時候，順便對方係堅持自己想法回去呢？係嗌，因為一定愛對方堅持己見啊，佢嗌嘅話，嗌是會找來，比如講找第三方當公證人，因為都未結婚啊？唔係啊，因為旁觀者清啊，係咪？旁觀者清，佢去看好清楚，佢去係讓我講，可能我嘅意見係做得剛開始會堅持嘛，係講做唔得，剛開始會慢慢調整，一啲啲。像頭先講到老雙寶夾爸爸溝通嘅事情嘛，保後啊，到該件事情以後啊，我老佢溝通嘅方式，我是到至於頭先講嘅可能，我就用 Line，因為用 Line 嘅時間啦。其實我們就不會正面衝突啦，係啊，用溝通嘅文字是好心平氣和。係啊，就係先大家先點清下來，先評清過後，過來就再想辦法來解決呢個事情。咁阿志呢，假使老對方冇辦法來溝通嘅時間，自己會還會堅持下去嘛？其實我真唔會堅持自己意見，因為我真有一本人家講到好。像自己條路當中，我感覺較難嘅係因為可能你接了隻條路啊，人家講好像有其他嘅專業，人家就想做啲天數一下冇啊，我講到天數我就驚咧吼，天數我就唔會讓人起錢。係，因為我就想天數就有點人情嘅關係，我就唔知講用白去溝通，因為感覺有啲尷尬嘅感覺，我自己感情當中啊，像啱啱慧卿講到嘅第三者、第三方，第三者談係怪怪。第三方最情緒嘅人，故說那感情當中出問題嘅話，我就會可能我嘅理財好朋友，我就留意佢講，我老兩三年可能感情當中有乜嘅問題，我就留佢講我嘅想法，講得清清楚哦。我讀到對方話，我可能就有啲嘅，唔點樣用辦過。那對方嘅情緒有啲失控嘅話，我就會懵懵，我就唔點樣用辦溝通嘅。故說我係非常嘅弱嘅溝通。假使讀到嘅失去控制嘅情緒，咩真件咩談唔落去動作嘅事情係咪？係，就會驚。係真件呢種人可能很快就變成問題情人的，就是張伯謙啊。問白客嘛，那你呢？你讀到事情，你會堅持自己嘅想法，你係讓人溝通咧？你睇看，猜看。冇買上台。其實我一定係堅持意見嘅人，因為我自己嘅眼睛哦，因為我感覺假使我讓你嘅想法冇強人嘅時間，不過我假使吼，因為你未堅持嘅意見，我是順的應該意見嘅吧，但是事情不就更糟嗎？可能有兩個可能，所以我會看馬莎嘅意見很好，同馬莎嘅會，這種就成個嘅時間我當好彈鋼琴嘛，所以我媽媽就不愛去學鋼琴。有一擺哦，我講鋼琴欣賞哦，到我彈流行嘅音樂，其實我媽媽聽到，其實老我講講，我本意學鋼琴哦，係本意學古典音樂，唔係本意學流行音樂，其實最後哦，老師廢掉呢，老去吃跳舞，真緊。後來哦，我是感覺該良心我冇堅持下來哦，所以我掠下彈到流行音樂，我是會彈，我是會唱，我唔會彈咧。係啊，嗰時候有時間咪會堅持自己嘅意見，咁大家就知道咧，溝通到底係交流意見，係咪會堅持係講，我唔錯，到底呢兩種之間有乜嘅正常白強？我唔偏就哦，老我人家嘅時節哦，佢最常對我講嘅話哦，講嘅話哦是係，你總係讓你自己看到很好衝擾，我聽到總係，我完全受不了，我總係很傻眼，因為佢總係唔表態，所以總係我講話，所以我是為老佢講，我全就老佢講話啊，你做乜嘅唔講咧？佢是講啊。總係你用笨，我講嗬，交流意見，難怪按重要嘅意思是係
挨到挨袂讲，耳未袂讲，真係叫痛。嘿，真嘅。可能佢係網上好用版，然後講。你就不你忍一個時間你有睇捱啊？忍一咧24小時咧。叫痛啊，真係難叫痛啊！唔咩係嘅，有人無法度嘅人就上到攀法來解嘅啊，根本他黃色朋友嘛，解嘅黃色。其實白鉗講嘅意思我了解，我點解嘅意思？唔過，那係變到我哋喺成風來講咩嗬？我本樣就係影片講也係眼唔錯，唔知做嘛嘛？唔怪講太普遍嘅寫來，作為動作犯嘅錯誤就係講嚴格家下度去上拗。我證明講，我係對嘅，我冇唔錯，我那係做唔錯，我係萬不得已嘅，係業務應用果不講真按嚟做。嘿，也其實就變到講，也即係單方面的攻擊，也係嚴格咩叫痛啦。喺藝又學，你係必搞到動拐啦，用扮拐咯。就係講哦，哎呀，拗唔好哦，故所你係就而家默契啦，就講複雜嘅事情、大事情就捱給聽，細嘅事情就捱不用給聽。唔過乜嘅係大事情，乜嘅係細事情，就搞不捱不用來給聽嘅。完全唔會有大事，全部都係細事情，全部不用來給聽。唔係啊，就是講呢種產業，我有一隻默契在啦，唔好講特別嚴格，就對拗講，捱會乜嘅唔錯，捱冇唔錯，捱唔錯萬不得已嘅，安尼事情可以。理解來講下。誒，做叫痛其實無論係好嘅叫痛，亦係壞嘅叫痛，前面演出我先想我得到一個結果嘛。唔過重要嘅呢，就係我哋自家嘅情緒變下來，咁我要好嘅叫痛，要好嘅結果啦。因為大家講到就聽到觀眾朋友咩想下叫痛都係喺講，行喺嗰啲糖咧，叫有講有糖就按到叫痛，你下先你下，等下再來繼續來講了。可能我之前未懂好講法，不過唔係，其實一些模擬按這先啦嗬。唔過我知道叫痛，係講偏見來潛嚟叫痛，佢可能啊想要得到伊嘅結果。有時候啊，我將我本期按到嘅意見嘛，有時候我算係一隻我表達自家意見嘅人啊。嗰種老少逢中庸啦，講下好糖掉就係表達自家意見，講下難糖掉就係當夾嘴啊。無啦，我係容易講最糖。講嘅三條要粗要硬啦。歡迎大家都進嚟後生台上講嘅節目現場嚇，家講到見到交通上面嘅問題，你喺問題時間啲交通嘅時節，你係好做一個聽人講話嘅人，係喺表達自己意見嘅人咧。先問一下最會講話嘅黃少鳳好咧。我先老實老實講啦，我知道我唔咩做來親好，不過我希望我做得導向做一個傾聽者。所以現在都是在講自己的意見。冇啦，我哋還沒算傾聽者啦，不過還不全面啦。因為我知道，做傾聽者嘅好處係講，你先聽人講嘅意見，嚇，會減少很多爭執。甚至講，有時是聽人講嘅意見，就根本就冇問題嘅，咩唔會有任何爭執嘅，係冇。因我算啦，我條牌算係較硬呵。有執行，較執行嘅。你下幹嘛？啊？你下強樣啊？中央，一下係心地衝，有較好參詳嘅，有較好講法嘅。有啦。係啊，嗰種希望未來限做嘅國家嘅糖嘅能力，多聽人講，係冇插嘴。真嘅，應該東南。你講得很心虛呢，給你講哦。我其實咩算係較為表達自家意見嘅人啊，因為可能我之前未懂好講法，不過唔係，其實一些模擬按這先啦嗬。唔過我知道交通係講偏見來潛嚟交通，佢可能啊想要得到伊嘅結果。有時候啊，我將我本期按到嘅意見嘛，有時候我算係一隻較為表達自家意見嘅人啊。嗰種老少逢強用啦，講下好糖掉就係表達自己意見，講下難糖掉就係當夾嘴啊。無啦，我係容易講最糖。講嘅三條要粗要硬啦，就係你這個。用開啦。係啊，嘅阿志呢？我睇本係會聽人家講話嘅人，如果我係真人讀到我冇認同嘅事情，我就會試着去表達我自己意見。因為我感覺交通就會雙方都會表達自己意見，咁係交通咪真會順利。嗰種就係表達意見，然後攞定向下使用嘅人。冇唔錯，我感覺聽人講話係要表達意見，愛
互相来互补嘅感觉，像拄到唔看的对象就唔看的方式，像白欠嘛，按好表他嘅人就本佢表他，像微信嘅好谈嘅人，你就只能去谈人，讲嘛去表他，我用就是看乜用嘅性格，去用不然嘅沟通嘅方式，爱用係好嘅沟通。既然講到阿輝傾，阿輝傾知道你係學講話嘅人，係學談音講話嘅人咧。我其實唔會講話，係我會。會講話，咁講講寫上，係我性格其實唔係語言好，所以當然溝通我係會講自家嘅話嘅人，係，所以我知道反正溝通嘛是係交換想法啦，交換意見，係。嗰種你話溝通真係係動態嘅學問學嘅，阿伯欠咧。主要溝通嘅人愛來講話咯。其實我嘅想法老至於就是兩強容啦，因為我其實係到聆聽者老講話之中嘅綜合，因為我感覺溝通是意見交流啊、腦力激盪啊，按樣是走得吼達成共識，走得達成共識，還走得蹦出新嘅佛法。就上時候我朋友是想講哦，你冇總係做一個會跳戲嘅鳥啦，假使我梗會跳戲嘅鳥，講得難談。因為你是會談，你是會談，唔會講。嘿，假使全世界人全讓你強容，該強了下高度嘅社會文明啊，強了下高度嘅科技啊，全冇咧。嗰種你知道嘅有效嘅溝通，有效嘅溝通係乜嘅？要談老講。哦，冇唔錯，因為吼，你係係最好嘅溝通。你唔單唱愛談，唔單唱愛講，你愛談加上講，講加上談。真係最好嘅溝通，就可以講你當好老人言解就錯嘅啦。差不多了，差不多。什麼？你白強先生今天的那個博謙大師講座，大家來講哈，剛剛有講到有效嘅溝通，嘅阿志啊，你知道有效嘅溝通到底算來乜嘢係有效嘅溝通咧？我感覺大家都應該勇敢嘅表達自己嘅想法，唔管對方係乜啥人，我勇敢表達自己嘅想法，對方怎做地接受人嘅想法。如果那個真正讀到唔願意溝通嘅人，就算你就 let it go 吼，就退一步海闊天空係冇？什麼退一步海闊天空？唔係，因為真係唔願意溝通啊，你就算你啊，唔願意嗌咩要三萬過嚟啊，要吃虧啊，唔過見咩唔願意啊，你就算你就可能盡量。避免講，你有重要嘅事情，但可以需要溝通。嗰時候就會先講出自己嘅想法，你係冇咩係動重要嘅事情。咁你講唔知道乜嘅係有效嘅溝通咧？最好嘅溝通嘅方式，我知道就係先冷靜下來，後面呢，將聽聽嘅來處理一件事情，就會當好嘅溝通。輝傾講，你知道乜嘅係有效嘅溝通咧？我知道冷戰也好啦，還係吵得很嚴重也好，我知道係該溝通是係最尾嗰個結果，係結果上要解決問題，冇呢度下度，我知道係係共用嘅問題，係係會發生嘅話，該那個溝通的過程可能是唔係安好，係。因為愛講，你就唔談，喺韓國冇老人問題去嚟解決，就不用多解決。好，我現在不想理你。好，我們明天再來講。結果到明天，後天再來講。後天，我明年再來講。這樣兩人每天會變成一個人家性灌毒的一種動藥，是要動疙瘩的地方。到明年其實可能強弱嘅問題係見來見發生係冇。觀眾朋友，睇下咩想下都係溝通係嘛嘅。假使老兩個以上有溝通嘅時間，冇相關。天一鋪嘛嘅想老兩上冇相關嘅想法，老嘢咩清楚，都嘛嘅冇相關。天一鋪係嘛嘅老大家嘅想法始終向下。第三步，清楚解決嘅方式，大家就做一個溝通高手、溝通能人咯。下禮拜同一時間，你聽錯繼續來收看《後生太上宮》，有法太下宮，你掌握了。